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讀樂樂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叫做窮查理嘅普通常識鋪 Charlie's Almanac，作者係傳奇投資者查理蒙格，即係 Charles T. Munger。呢本書唔單止係講投資即係佢更係一本關於智慧，即係一種 universal wisdom 同埋人生哲學嘅寶典。Charles 俾股神巴菲特稱為佢嘅最佳拍檔，甚至講過如果冇 Charles，佢自己會窮好多。咁究竟呢本書有啲咩獨到之處呢？今日我哋會探討 Charles 嘅多元思維模型、能力圈理論呢，同埋佢對人性心理嘅深刻洞察，就係希望你會對點樣思考同決策有全新嘅領悟。首先講下作者查理文蒙格啦，佢係哈佛大學法學博士。後來因為巴菲特嘅建議，放棄咗律師本行全身投入投資事業。佢同巴菲特由1959年相識，建立咗長達半世紀嘅緊密合作關係，共同創造咗波克夏取海瑟威公司，即係 Berkshire Hathaway 嘅投資傳奇。呢本書即係 Poor Charlie's Almanac， 係一本向班傑明、富蘭克林即係 Benjamin Franklin 嘅窮理查年鑑，即係 Poor Richard's Almanac 致敬嘅作品。內容主要收錄咗蒙格多年嚟嘅演講同埋文章，涵蓋咗佢對投資咁就商業甚至人生嘅深刻見解。本書嘅核心目標呢，佢就係要教讀者點樣獲取普世嘅智慧，並且相對調整自己嘅行為嘅。咁就作者建議，如果我哋想要更有效咁解決問題，就要學識一種叫做多元思維模型，即係 multiple mental models 嘅方法。佢話如果我哋只係靠單一學科嘅知識，好似一個手揸鐵錘嘅人，就會將所有問題呢都睇成釘嘅，咁樣處理問題就太蠢啦。蒙格嘅投資策略呢，唔係一般嘅財務分析，佢會對投資嘅公司進行內部營運狀況同埋佢所處嘅整體生態系統，即係 ecosystem 嘅全面分析。佢認為呢個世界係好複雜嘅，幾乎每個系統都會受到多種因素影響，所以要理解佢，就必須熟練運用嚟自唔同學科嘅 model。即係呢啲 model，即係包括歷史啦、個心理、生理，咁啊數學、工程學、生物學、物理學、化學、統計學同埋經濟學等等。當呢啲因素串聯起嚟嘅時候，都可能會產生一種好大嘅魯拉帕魯薩效應，即係好多嘢一齊發功，效果會係非線性咁放大嘅。例如呢，想象下香港嘅樓市，好多人只會睇供應同需求即係經濟學 model 啦。但係呢，蒙格會考慮更多，例如心理學上嘅從眾效應即係當大家覺得樓價會升啦，就會一窩蜂去買嘅，進一步推高樓價。而家就懷疑社會文化上對擁有物業嘅執着咯，即係身份認同嘅象徵，呢個都可以算係心理學啦，或者政府政策，即係政治學同經濟學咧，對樓市嘅影響，甚至人口結構，即係生物學同社會學對長遠需求嘅變化，所有呢啲因素互相交織，令到樓市唔單止係數字遊戲咁簡單，
呢個就係蒙格多元思維模型嘅一個應用。講到自己實踐呢個多元思維 model 咧，我發現佢好有用嘅。我平時做內容創作咧，即係只會專注於內容本身，以為夠好就可以。但有一次我條片流量唔好啊，我嘗試用蒙格嘅方式去思考，都唔單止睇內容數據，我開始研究觀眾嘅心理啦。佢哋喺唔同時間段會想睇咩啊？呢個係心理學啦，研究競爭對手嘅成功模式，即係學術研究，係甚至考慮當時社會嘅熱門話題嘅，即係社會學啦。我發現當我將唔同領域嘅知識結合之後，我對問題嘅理解更加全面，之後嘅內容嘗試就更容易獲得更好嘅回響。呢個就係將多元思維 model 應用喺我嘅工作上，為我帶嚟嘅改變咧。另一個蒙格強調嘅重要概念係能力圈啊，即係 circle of competence。佢話每個人都有佢嘅能力圈，但係要擴大呢個圈咧係好困難嘅。我哋必須諗清楚自己有咩本事，只喺自己熟悉嘅領域競爭。如果我哋去玩啲自己一竅不通嘅遊戲，就注定會失敗嘅。蒙格嘅投資原則係關於投資，我哋有3個選項：可以投資、唔可以投資，同埋太難理解。佢會小心翼翼咁畫出自己嘅能力圈，將投資領域局限喺簡單而且可以理解嘅項目之內嘅。例如佢會避開製藥業同埋高科技產業，因為佢覺得太難理解。呢個能力圈理論喺香港一樣適用。例如呢個一個餐飲業老闆，佢對食物嘅品質以成本控制啦，同埋顧客服務非常了解。呢個就係佢個能力圈，佢喺呢個圈內經營得好好。但係如果佢突然見到科技股大熱，就將儲蓄抌晒落去啲佢完全唔識嘅科技概念股度，結果好大機會會損手爛腳。因為科技投資唔係佢嘅能力圈嘅。呢個就係能力圈理論嘅例子，講明咗我哋應該專注喺自己擅長嘅領域，即係我哋應該將精力放喺自己熟悉嘅領域嘅。係啦，繼續學習同精進呢，而唔係盲目追逐熱潮咯。如果我哋唔知道自己嘅能力圈，就容易做出錯誤嘅決策。即係蒙格仲強烈建議我哋要逆向思考，即係 inversion thinking。佢引用咗農夫嘅一句話：我淨係想知道我將來會死喺咩地方，咁樣我就永遠唔會去嗰度。好多問題正面思考未必可以解決，但係調翻轉嚟諗咧，就可能揾到答案咯。例如，如果我哋想知道點樣先可以幸福，蒙格會建議我哋先諗下點樣先會痛苦嘅，然後避開呢啲痛苦嘅路徑，就可以更接近幸福噶。即係呢種嘅思考方式咧，可以幫助我哋避免犯大錯。因為喺投資世界，避免犯錯同賺大錢一樣重要。其實逆向思考嘅例子好多，譬如我哋學車啦，教練通常會話要做到唔炒車，就要遵守交通規則，留意路面嘅情況啊，呢啲都係正面嘅教導。但係如果用逆向思考，我哋可以問
點樣嘅行為會導致炒車，即係超速，即係超速咧，衝紅燈咧，分心玩電話啊等等。當我哋清楚知道呢啲會導致意外嘅行為，並且刻意去避免，就大大減低咗發生意外嘅機會。呢個就係逆向思考嘅例子，講明咗點樣可以更有效咁達至目標嘅咯。蒙格唔單止喺投資領域，佢對人類心理嘅深刻理解，即係喺佢嘅人類誤判心理學，即係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Misjudgment 演講入邊，提出咗25種常見嘅心理傾向。呢啲傾向會導致我哋做出非理性嘅決策。我哋理解咗呢啲心理傾向，先可以避免墮入陷阱。例如獎勵同懲罰超級反應傾向，即係 Reward and Punishment Super Response Tendency。佢強調獎勵同懲罰對行為嘅影響係極其巨大。好多人覺得自己好了解呢一點，所以但往往會低估佢嘅威力啦。另一個係即係社會認同傾向啊，即係 Social Proof Tendency。即係我哋做嘢會不自覺咁跟隨大眾嘅行為，就算嗰啲行為可能係錯嘅。喺香港嘅排隊文化就係一個好例子。如果見到一間餐廳排長龍咧，就算我哋唔知間鋪好唔好食啊，都好容易會有從眾心理，覺得好食先會排隊，於是都跟住排。呢個就係社會認同嘅例子。大眾行為點樣影響個人嘅判斷所以咧，我哋要先了解呢啲心理傾向，再喺做決策嘅時候刻意去抵抗佢哋。例如喺投資方面，當股市狂熱嘅時候，即係好多人會因為社會認同傾向盲目跟風入市。但如果我哋了解到呢種嘅心理嘅就可能會更審慎啦。等到市場冷靜翻先做決定啦。嗱，呢個就係心理學知識點樣幫助我哋做出更好嘅投資決策咯。總括嚟講啊，窮查理的普通常識呢本書係一本教你點樣思考嘅書，幫助我哋喺複雜多變嘅世界中，更好地理解事物嘅本質，做出更明智嘅選擇啊！我哋可以將蒙格嘅智慧應用喺工作、投資、人際關係、甚至個人成長等各方面。咁例如喺做職業選擇嘅時候，可以思考下呢個行業係咪自己能力圈之內，定係有潛力擴大能力圈。喺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可以嘗試逆向思考，係揾出問題嘅根源，避免相同嘅錯誤。如果你對今集有任何諗法，或者想分享自己嘅經驗，歡迎喺下邊留言分享。仲有記得 like and share 條片 ，subscribe 埋我哋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呢個